大家好，我係 Natasha。喺今日呢段影片入面，我哋會一齊認識一位年輕女仔，佢憑住令人驚艷嘅外貌同埋超靚嘅身形，喺社交平台上面迅速走紅。講緊嘅就係 Philippa Francsoon， 一位令人眼前一亮嘅私人健身教練。最近喺網絡世界越嚟越有曝光率。Philippa 擁有精緻得似洋娃娃咁嘅五官，但吸引人嘅並唔只係佢個樣。佢係一位英國出生、有瑞典血統嘅健身影響力人物，而家喺 Instagram 上已經有接近70幾萬位追蹤者。佢親切迷人嘅笑容同埋充滿活力嘅氣場，令唔少國際品牌都主動揾佢合作。但佢嘅身份唔只係網紅或者模特兒， Philippa 其實係一位持有認證資格嘅私人健身教練。佢由細個就已經投身健身界，熱愛健康生活方式同埋時尚文化。到咗23歲呢年，佢就已經推出咗自己設計嘅健身計劃，叫做 It Is Food Gains。喺入面會分享佢嘅健身心得同經驗，幫助其他人打造自然曲線同埋健康身體。喺佢嘅社交平台上面， Philippa 會定期發佈唔同嘅運動訓練內容，希望可以鼓勵同啟發大家養成更積極、持久嘅生活習慣。正如佢成日講，動力只係起步點，習慣先至係推動你繼續行落去嘅關鍵。你又點睇呢位咁勁嘅運動女神？喺下面留言同我哋講講你嘅睇法啦！記得俾個讚，訂閱我哋頻道，我哋下次見。